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《等待的味道》，作者阿粒。喺一座山上面住咗一個小女孩，叫小南。佢住喺山上面嘅一間小木屋，山頂有一棵好大嘅櫻花樹。呢棵樹每年都會開一次花，吸引咗好多蜜蜂同蝴蝶去採花蜜㗎。而且仲有一個關於呢棵櫻花樹嘅傳說。聽人講，只要飲咗櫻花樹嘅花蜜，心裏嘅願望就會慢慢實現。不過，櫻花樹嘅花蜜只會喺每年春天最後一場雨嘅第7日朝早，花蜜先會開始從花瓣度滴落嚟，仲要等1日先會裝滿一小樽花蜜㗎。我好想採到櫻花樹嘅花蜜，實現願望啊！原來小南心裏面一直有一個願望，我好想見到大海啊！我冇離開過呢座山，我只係喺書上面見過大海嘅相。我好想見到無邊無際嘅大海，感受浪花拍打我對腳啊！於是小南一直等待春天嘅嚟到，而今年春天最後一場雨喺7號就停咗啦。從嗰一日開始，小南每日都行上山頂，等待櫻花樹嘅花蜜。第一日，小南帶住一個空嘅玻璃樽，坐喺櫻花樹下面。佢抬頭望住樹上嘅花冧。今日係第一日，再等多6日就得啦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